退休人遊世界。開始今日旅程之前，等我哋回顧一下琴日我有位團友喺能代車站射籃球嘅美妙姿態。領咗獎之後上車咯喎，一大清早睇下酒店出邊嘅環境。今日我哋要離開呢一間酒店，去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大館奧打迪。去大館之前，我哋經過能代公園附近嘅一排櫻花樹，突然間一陣大風，吹起櫻花，見到落櫻嘅情景，各位團友都俾佢吸引住，甚至路過嘅路人停落嚟欣賞一番。冇幾耐，我哋去到能代公園啦。公園面積唔係好大，人亦唔多，見到盛開嘅櫻花，大家都非常雀躍，走埋去影相打卡。能代公園喺能代市內，距離昨日能代車站唔係好遠。呢度嘅櫻花都算係我哋呢個旅程暫時見到最靚嘅櫻花。雖然天氣有啲和暖，好彩櫻花仲係等埋我哋嚟欣賞。睇睇能代公園嘅地勢，其實要行一個圈都唔算大，亦都唔算細。公園其實坐落喺一個小山丘上邊。我哋嘅團長趁冇人，攞出佢嘅無人飛機影下嘢先。喺日本放無人機係有嚴格嘅限制，喺市區有人嘅地方，團長都唔立亂放飛機，非常守規矩，值得學習。喺能代公園附近有好多宴會場，舉行一啲櫻花祭，俾大家擺宴開 party。能代公園可以俯瞰能代市，遠處仲隱約見到雪山。雖然今日已經係4月尾咁滯，喺東北呢度依然能夠遠處望到雪山。話時話，可惜嗰日我哋上了海山，大風大雪。如果唔係，可以俾我哋放無人機影翻啲靚景，咁就冇得頂啦。喺呢度嘅櫻花品種以白色為主，比較東京、大阪粉紅色嘅，又另外有一番景觀。團友欣賞得津津有味。喺公園裏邊有一個好大嘅碑，寫住中雲碑，紀念啲乜嘢就真係冇考究啦。我哋逗留咗都有大半個鐘頭，有啲肚餓，就去搵我哋嘅晏晝，去到一間酒店裏邊嘅食堂，今餐好抵，1000 yen個套餐，睇下食啲乜。有魚有肉，另外有咖啡有甜品。團長呢次真係好介紹啦。食完晏，下一站去邊？先嚟做個有姿勢冇實際嘅動作。呢度寫住唔知乜乜乜乜板公園啊，可惜唔記得問下團長助手學下呢幾個日文點樣讀。其實去過邊度都唔知，只係知道板縣立自然公園。睇下公園嘅地圖非常大，有第一廣場、第二廣場、第三廣場。行下見到個皇后歌碑，唔知係咪紀念明治天皇皇后所留低嘅紀念碑呢？因為公園太大，實在冇辦法行得晒，亦都冇刻意去揾呢一個皇后歌碑。最吸引我哋嘅只係呢一張凳，大家埋去打個卡。另外，櫻花樹已經標謝得七七八八，好彩仲有部分俾我哋欣賞。行一陣喺呢一間小屋唞一唞，裏邊有個 cafe。今回真係搞震就冇幫襯。行下，見到公園外邊有一條河川，景色唔錯。行咗大半個鐘頭，
因為天氣實在太曬，於是我哋沿住呢個公園嘅小徑行落去河村附近有一個道之站。天有不測風雲，去旅行真係天氣估唔到。早幾日大風大雪，行都行到，今日風和日麗，曬到唔清唔楚，氣溫有啲高，大家都覺得好熱。走去道之站搵啲嘢消下暑先。走出道之站，影個河川景色。嗰度就係頭先我哋上去嘅唔知咩板縣山公園啦，距離唔係好遠，環境好優美。呢度叫做原生林，佢話有7座山，數數有冇？好似有喎，真係7座山。不過佢話8座山、9座山都冇問題啊。退休人而家熱又唔得，凍又唔得，行咗一陣，唔得，入返去道之站，搵凍咖啡飲。嚟咗間叫做多福咖啡，有人排隊，叫咗個特色嘅 pancake 雪糕，叫咗杯凍辣梯，唔錯。坐返舊本，休息回氣，再繼續下一個景點。於是我哋就向住大館個方向出發，行咗冇耐，沿途亦都經過一個道之站，歇一歇腳，睇下有咩手信可以買。咦，原來我哋已經去到清心園啦噃！好多年前我哋已經嚟過大館、鹿角，不過就冇好認真咁樣行運。今回我哋喺大館準備留3日，睇下有咩搞咗。時間差唔多嚟到下晝4點幾，終於嚟到大館市，上咗一個公園，路牌甩晒色，隱約見到桂城公園，下邊寫乜完全睇唔到。呢度嘅櫻花仲好靚噃，估唔到喺市中心一個細細嘅公園都有咁嘅景色。日本賞櫻嘅期間最多10日8日，甚至1個禮拜左右。一場風雨，可能聽日乜都冇。照今日嘅天氣預測，最多3、2日之後，櫻花應該凋謝啦。我哋嚟得及時，當中見到一班學生，可能放學嚟到聚一聚，好過周圍逛啊！呢度櫻花嘅品種有啲唔同，大家細心欣賞下。再回想東北嘅櫻花，真係冇關東關西咁粉紅色。呢度嘅櫻花多數以白色為主，非常淺嘅粉紅色，完全唔同風味。回過頭來，喺我哋欣賞櫻花之餘，突然間發生一件事，7級地震，時間係下晝4點53分。原來當時係發生咗7.4級震央，原來喺36外海，距離呢度都相當遠。呢度嘅地震同我哋喺美國感受到嘅唔同，踩落笪地度上下浮動，而喺美國我哋只係左右搖晃。地震過後，團長話不如我哋返酒店先check in唞一唞，睇下仲有冇其他餘震，先至出嚟再搵我哋今晚嘅晚餐。大館市最出名嘅係秋田犬，可惜啱啱地震。本來想去參觀下秋田犬博物館，但係因為驚住地震有餘震，都係冇啦。返嚟酒店歇一歇，再搵我哋嘅晚餐。團長帶咗我哋去一間自家製好有特色嘅小店，食意大利餐。意大利餐唔少得嘅，梗係薄餅、沙律。原來今日餐廳係定休日，都係團長好嘢，
打個電話，佢哋即刻話開門招呼我哋。其中最好味嘅，梗係呢個燒牛仔肉。本來話想追加，但係廚師話冇貨，今晚預俾你哋食嘅係咁多啦。有驚無險，食到8點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啦。